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巨寶誌嘅 channel， 我係主持人 Ivan。係啦，今期影片咧就開展我哋新嘅一期系列影片啦，叫做配套王。係啦，各位觀眾朋友嗱，如果你喺度睇緊中山樓盤咧，咁肯定係好注重周邊嘅一個生活配套、醫療配套以及交通配套嘅。我哋今期即係呢幾期系列影片咧，就會圍繞住周邊生活配套都非常之成熟嘅樓盤咧，同大家着重去講嘅。咁如果你依家喺度考慮緊過嚟中山買樓，或者喺度睇緊中山樓盤，又唔知揀邊度啲配套好啲咧，咁我哋呢啲影片咧，你一定要睇晒啦。今期影片咧，我哋嘅主角咧就係位於中山東區新鴻基逸翠園呢個樓盤，係啦。依家 Ivan 身處嘅呢個位置咧，就係勝景上風啦。成個中山東區嚟講咧，係配套最成熟嘅一個片區啦。我哋介紹嘅逸翠園咧，就離呢個商圈咧，講緊行路係5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到啦。OK， 同大家延伸出嚟講啦。嗱，頭先我身後呢度咧就係永東巴士站啦。對於平時我哋需要經常往返香港嘅觀眾朋友嚟講咧，呢度交通係十分之方便嘅。嗱，以往咧，我哋如果係坐翻其他站點，例如一啲小站點嘅一啲直通巴咧，我哋翻香港係要兜圈嘅。但係呢個永東巴士站咧，就係平時我哋翻香港嘅話，佢就一站式，從呢度上車，跟住呢度右轉就直接上博愛路，跟住就上翻深圳灣大橋，行深圳灣口岸入翻香港噶啦。所以呢度咧，佢翻到香港全程嘅時間咧，就係大概個半鐘到2個鐘嘅時間。呢個第一個咧就係交通方面嘅。咁第二個咧，生活配套方面，嗱，大家肉眼可以見到嘅就係對面嘅一個生活配套咧，非常之成熟嘅。而且我哋依家喺鏡頭入邊見到嘅呢一個咧，只不過係呢一個商圈嘅一小部分嘅啫。對面咧仲有一個檸檬茶啦、咖啡店啦，平時我哋想要食嘅一啲泰式日料啊，或者係啲臘菜咧，咁喺對面嘅一條食街咧就全部都有齊晒㗎啦。另外咧，對面天台嗰度咧就係頭先 Ivan 話齋嘅，你晚黑或者係去到晏晝嗰時想揾個地方 hea 下咧，可以嚟呢度啦，因為上邊咧有啲性價比非常之高嘅檸檬茶啦，大概10蚊加一杯咧，大家就可以喺度可以 hea 成一個晏晝嘅，係啦。就嚟到呢個位置，大家會見到咧對面係一個紫馬嶺公園嚟嘅。呢個紫馬嶺公園咧係成個中山城區嚟講咧最大嘅一個生態公園啦。入邊咧就對於中山 local 嚟講咧係由細嘅記憶嚟嘅。因為點解？因為嗰度咧有去到晚黑嗰時咧有燈光 show 啦，跟住或者係一啲動物園嘅一啲玩樂設施喺度。另外咧，令我印象比較深刻嘅就係之前咧係我同屋企仲有小朋友啦，喺紫馬嶺公園嗰度咧，佢有一大塊嘅草坪。喺上邊咧就可以露營啦。平時對於我哋香港嘅一啲朋友嚟講咧，平時如果你話星期六日想上嚟度下假，可以帶幾張露營凳咧去到嗰面，跟住咧去超下、去 hea 下咧，嗰種節奏非常之舒服嘅。另外咧就係同大家講翻我哋過嚟中山退休養老，我哋最在乎嘅一個肯定就要睇翻醫療配套啦。從屋苑出發去到附近嘅博愛醫院咧，講緊係坐車5分鐘嘅時間可以到啦。博愛醫院咧就屬於一個比較大型嘅3甲醫院啦。另外仲有一個咧喺2024年5月份已經開通咗叫做港澳居民服務醫療中心嘅中山人民醫院咧，都係沿住呢邊過去，坐車大概10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到啦。所以話我哋揀逸翠園作為我哋配套王系列影片嘅開始咧，絕對係有道理嘅。OK， 嚟到呢個位置之後咧，我哋可以見到斜對面就係逸翠園啦。肉眼都可以見到嘅就係呢度嘅生活配套非常之成熟嘅。呢度咧係屬於中山東區嘅一個金融中心嚟嘅。包括呢度有農業銀行啦、招商啦、建行啦、華興啦、南粵啦等等數唔盡嘅銀行。另外就係呢附近 M 記、大家樂，包括我哋平時想去行商場啦，呢度同時都會有齊晒嘅。所以呢個樓盤，如果大家係真係好注重一落樓就有齊晒所有嘅一啲交通配套啊、生活啊、醫療等等咧，呢個樓盤咧都係可以納入大家嘅一個睇樓清單入邊嘅，就未必一定要去到西區啦嚇。OK， 目前咧逸翠園呢度咧都進行咗降價嘅一個行動啦嚇，因為
依家喺中山冇賣唔出嘅樓，只有發展商降價就一定賣得出去啦。咁啊，益翠園依家講緊嘅價錢咧就12000幾清水嘅。咁啊，如果係揀大積嘅單位咧，就講緊係15000零蚊就可以買到啦。咁啊，即係有取有捨。嗱，呢度嘅配套就非常之成熟嘅。但係轉頭咧，同大家上去睇佢嘅一個 showroom 嗰時咧，大家發話頂咁啊！新鴻基益翠園將實用率做到咁低嘅嚇，呢個都係眾所周知嘅。咁 Ivan 就一定係唔讚佢嘅，該讚就讚，該彈就彈。OK， 咁啊，事不宜遲，大家跟隨我哋嘅鏡頭上去示範單位睇一睇。好啦，咁我哋就上到嚟示範單位啦。我哋首先睇01單位就123平嘅，咁啊做咗大3房啦。呢個戶型即係入戶花園呢一塊咧就全贈送嘅。嗱，呢個單位咧目前總價 total 講緊大概150零萬、160萬可以搞掂嚇。今期我哋影片嘅主角咧就係同大家講配套啦，戶型就唔過多去介紹，我哋大概改一眼。OK， 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樓下啲配套咧，我企喺呢個位置咧，都仲有好多嘢想同大家講，完全講唔晒嘅。因為點解咧？嗱，喺我哋樓下見到嘅就係綠色頂嘅下方咧，有一排嘅商業街咧，都好多嘢食嘅。咁例如係飲湯啦，或者係一啲快餐店啦，或者茶餐廳咧，喺樓下呢度都有嘅。咁喺對面嗰度咧，我哋會見到啲瓦頂咧，就例如舉個例子，寶龍匯咁啊食私房菜嘅。往前走咧，控皇大酒樓啦，亦都係飲茶嘅地方。咁啊，如果唔介意行遠少少咧，再往入邊行大概7-8分鐘度咧，有間叫根哥美食嘅。咁啊，嗰度咧又有好多嘢食。咁啊，往我哋右手邊睇啦，我哋再睇下富日城 Top Park。咁啊，富日城咧講緊大概都係行路大概12-13分鐘啦，咁啊可以行到富日城嘅。我話周邊啲配套真係完全都冇辦法同大家可以喺簡短嘅時間去講晒。咁啊就我哋回歸主題先啦，我哋睇翻啲戶型先。嗱，南北對流，咁啊就單露台嘅。呢一個咧就123平朝北啦。包括我哋喺每一個位置咧，基本都可以望到少少嘅景觀啦。嗱，右手邊咧就望 Top Park 嘅，咁啊左手邊咧就會望到一啲舊樓啦嚇。大家可以呢條界劃分啦，嗰邊就係叫做新東區，呢邊咧就舊東區嘅。咁啊前邊有個高頂嗰度咧就係金英嘅華潤萬象匯啦。咁啊呢一邊咧過去就石岐嘅位置。樓下真係非常之多嘢食啊，多嘢行嘅。咁啊包括嚟到飯廳嘅位置咧，飯廳我哋可以見到對面嘅就係摩天輪，咁啊就係紫馬嶺公園啦嚇，所以話即係中山本地 local 一個細嗰時嘅回憶咧，就係嗰度啦。咁啊，包括喺飯廳呢度可以望出去個景觀都非常之唔錯啦。咁啊就比較傳統嘅一啲戶型，咁但係咧益翠園嘅實用率真係唔高嘅。OK， 咁啊大家如果係接受想要周邊啲配套非常之成熟嘅，但係又可以接受到佢戶型唔係那麼實用嘅話，呢個咧就納入自己嘅睇樓清單。但係咧如果即係除非冇得揀嘅情況下咧，就揀佢；但係有得揀嘅情況下咧，呢個一定係排喺最後一位嘅。OK， 咁啊入到嚟之後咧，我哋就見到廚房位啦嚇 ，L 型嘅一個廚房延伸出嚟呢邊咧，仲有一個生活露台啦。生活露台呢邊嘅話就望到益翠園組嘅一期一啲舊樓嘅，係啦。咁啊呢一邊咧樓下都仲有個會所可以共享大家去使用嘅。嗱，入翻嚟咧就係3間房啦嚇，跟住入到嚟之後咧，我哋見到右手邊嘅呢個客廁，我認為真係好細下咯，即係對於呢個應該實用率講緊大概都係8成到，8成到唔係8成多啲嚇。咁啊右手邊呢度有間大概10個平方啦，10個平方以內嘅一個客房，同樣呢邊咧就朝南向嘅，就可以望到一個紫馬嶺公園嘅景觀啦。咁啊對翻過嚟咧就兩房，呢個咧就係偏少少嘅一個兒童房啦，講緊都係7-8個平方，就朝北向嘅。嚟到呢個位置主人房嗱。大家真係如果睇咗我哋之前嘅高實用系列啲影片咧，再嚟對比翻益翠園呢一個非常之成熟配套嘅益翠園咧，
咁佢使用率就係好低啦，個落差非常之大嗱。主人房講緊大概都係15個平方度啦，咁啊呢一度咧就係可以做一個過渡式嘅衣櫃，或者做一個轉角 L 型嘅衣櫃啦。咁啊延伸入去之後咧，呢度就係主人房嘅洗手間啦。即係洗手間可能就大翻些少啦。同樣喺呢個位置咧，就係朝南向。晚黑望出嚟嘅景觀咧都偏靚嘅，因為始終作為一個城區嚟講啦，咁佢嘅周邊嘅生活配套咧，相對嚟講，即係居住嘅人密度係高少少嘅。咁啊就晚黑望出嚟嘅萬家燈火咧就非常之唔錯啦。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單位。咁我哋行過隔離咧，都可以睇翻有一個稍微細積少少嘅係83平嘅單位。嗱，咁呢一個咧就86平嘅兩房單位啦。入門左手邊廚房位，但係我幾中意佢呢度嘅，因為廚房呢度咧好似即係如果我哋推埋佢出嚟之後咧，呢度做一個例如半開放式嘅廚房位，包括呢啲收露台嘅位咧就闊咗好多嘅。咁呢度咧我哋可以作為一個陽光花房去使用啦。嗱，呢個單位咧。講緊嘅總價係益翠園入邊咧最平嘅，講緊大概100萬多少少咧就有交易㗎啦。咁對於兩口之家嚟講咧，買呢啲單位比較啱使啲啦。呢度就飯廳位，嗱飯廳打開可能1.8米嘅一個闊度都唔夠嚇，咁啊就度假屋啦嚇，咁啊呢種兩房嘅單位就簡單啲介紹俾大家嚇。咁啊客廳嘅開間咧就講緊大概3米度嘅啫，未到3米嘅，我目測大家相信我嘅眼睛嚇，即係應該係2.8米、2.9米度嘅一個闊度啦，勉強夠用嘅。咁出翻嚟咧，呢個單位係令大家最驚喜嘅係咩咧？就係佢嘅景觀啦，好靚。嗱，對面又望到益翠園啦，跟住嚟緊呢一度咧就係中山嘅另外一個豪宅啦，叫做英聯禧匯嘅新加坡園林嘅一啲咩設計啦嚇，即係大家一眼望過去咧，東邊、南邊兩邊都有景望。咁你喺城區你想玩到一啲比較自然少少嘅景觀咧，好難得，但係呢個位置咧可以滿足到大家啦。咁啊入翻嚟之後咧，呢度就係兩房。嗱，右手邊呢間房咧就真係好 mini 嘅。好就真啊！咁呢間房可能講緊大概都係6個平方度啦，大家可能作為一個書房咁樣去做設計可能好啲。右手邊呢度就客廁，客廁都好細嘅。其實我個人拍片咧，我係好主觀嘅，我唔中意佢啲戶型設計或者唔中意佢嘅園林咧，我拍嗰時咧可能真係會敷衍少少啊，各位觀眾朋友。咁啊就嚟到呢度咧就主人房個位啦，同樣都會有個飄窗位朝東向嘅。咁啊呢個位置咧就會更加靚啲啦，就可以望到 Coco City 嘅景觀啦。晚黑 Coco City 開晒燈之後都好靚嘅，係啦。咁啊今期影片咧就同大家差唔多介紹到呢度啦。戶型唔係今期影片嘅主題，我哋今期主要都係講翻周邊嘅配套，係啦。咁啊益翠園嘅。即係點講咧？佢嘅戶型就比較中規中矩嚇，但係咧佢周邊嘅配套咧係非常非常之成熟嘅。嗱，大家如果係想要喺東區呢個位置買翻一個配套非常之成熟啦，咁啊包括以後嘅一個保值性嚟講咧，咁益翠園相對係唔錯嘅，係啦。咁啊周邊啲配套好成熟，真係好成熟。一落樓基本方圓行路幾十步就咩都有齊晒嘅。係啦，咁啊就同大家介紹到呢度啦嚇。咁啊，大家如果係對配套非常非常之注重嘅，想落樓就有晒所有商業配套，又唔知揀邊度咧，可以睇埋我哋呢個系列嘅影片嚇，都會同大家着重去分析嘅。OK，咁啊，今期影片嘅益翠園咧就同大家介紹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影片再見，拜拜。